创世纪第9章第89、17节，上帝甲拿阿甲伊的囝讲：呾，我甲你以及恁的后代立约，嘛甲遐个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的活物，包括白鸟、精星、野兽立约。我甲恁立约，所有有肉体的生物，袂阁互大水消灭，嘛袂阁有大水毁坏全地。上帝阁讲：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立永远的约。我要互熊出现伫云里，做立约的记号。我互云惹地，熊出现伫云里的时，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，袂阁互水泛滥，毁灭所有的生物。我看到熊伫云里出现，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。上帝对拿阿讲：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。